以新年嚟做嘅户外实践节目，特色都會帶領大家去到台灣各地來探險。來參加嘅一啲小朋友會喺奮鬥嘅路上接受各種挑戰哦。有的任務愛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會同朋友共下合作。除咗愛比戶外活動，還愛比文學、美學、操作同觀察力。你要共下來去看那人大家成長嘅素材。我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我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，我要继续加油。我带着祝福而来，一定全力以赴。我要晋级前3强。不要怀疑，我会让你刮目相看。你不要小看我。總決賽嘅前面一場就會開始了。總決賽總共要比3場，第一場嘅任務同海有關，喺海口港認識大海，去海船飲垃圾，拍一個愛護海洋嘅廣告。第二場係拖平海線探礦小鎮出任務，第2種接受考驗。目前積分暫時係阿伯快、阿皮印、阿中外兩線。今年一場比賽來到宜蘭東山河，大家愛挑戰 OP 碰順。首先愛分3組，現擺愛分組製作單位除了新北都愛市又愛公東，也下愛搶大家先一條索嘅，先到9條索嘅就搶組哦。好近啊！各位学员，来向后转。嘿嘿，又吃到素面膜呢，又弹出来係乜嘢毛啊？自我介紹一下，來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陳晨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怡杰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达安。还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？没事，要加油。对，就是要加油。冇想到呵，有的係人生意是要學總結，也就是先生都同會操作 OP 碰順。先這個就好。下一個你要去買快樂。好，這個安全的東西要去注意到哈。哇塞！剛剛那個線好磕啊！ OK， 好，就這個是你的，就這個 OK 了，可以了。總算愛正式開始接受挑戰了。OP 碰順的任務有3項，我來考驗前6強。这个任務就是讓他們帆船讓他們濕掉，一定要讓他們濕掉，不是讓他們全濕。帆船要先克服恐懼，你就不會怕水，你不要怕水，你就敢帆船。帆船超級好玩的。OP 碰順太挑戰，第1類係壓床，2-3人同時做出新的表帶，杜鋒操作10秒就做到第1分。第2係爬順的。一剎那等將白嘢劍拍，一3人都全面控制。第3名愛學變順，同順呢未到變體，再個同佢變上來。操控同變順呢會照極慢的3到1分。這個壓杖的用途在於，我們當風很大的時候，你船會做傾斜，對不對？那我們做到船的另外一邊，把船壓平。在水面上行駛的時候，速度才會變得比較快。練習的時間還沒輕鬆，沒想到正式比賽，大家1擺就通過誒，大家都得到1分。好冷，真知道。預備，開始。
快点，对，一直保持直线，一直保持直线，一直这样，直线，现在直线，快点，尽量阻力小一点，赶快摇，快点，摇好一点，插水，用力点，摇。我今天很幸运的遇到了哥哥，我觉得他还蛮用心的教我。虽然刚一开始要练习刚下帆船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因为就是怕自己掉下去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坐帆船。加油！加多！你听我指令，耳朵仔细听。哎，来推一下，推呀！你要推，不是这样。对，好了，再来，太顶级了。爬山是学习超坡前听说爱学的，一三年那等奖牌的竞爬，一三年都顺利控制方向，两三年听说爱配合到当好，才会完成任务。虽然都是头一摆，不过都是前6强，学习能力当好，大家都顺利完成任务。恭喜阿片同阿伯法请假得到3分。我们今天有一个最重要的，船在翻的过程中，帆是一个很大的浮具，所以你们人落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离开船边？不行哦，想办法都要继续抓住船边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说待会在翻船的过程中，所有的小朋友都一定要去注意到，所有的学员都要注意到，还有小老师要去协助他们。如果你不小心人在船舱里面的话，也不要紧张，它是有空气的 ，OK 吗？教练跟我们说要练帆船，我心里就开始很怕，因为2点，第一点是我不会游泳，第二个是我对水曾经有惨痛的经验。之前在海边，我们全家一起去玩水，然后我和弟弟就玩踏浪，然后一直走到一半，差点被浪卷走。那一次之后，就让我再也不敢碰水。班主任要就这样。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船上还没翻，我自己先跳出来。为什么那么怕？怕自己被盖在船底下。在翻船的时候，我刚好在船舱里面，然后我在船舱里面有逃脱，因为一碰到水，然后又是自己很害怕的感觉，就心里就是真的很害怕。有没有比较勇敢？有，我觉得胆子就会变比较大一点。现在我比较不会太怕水。唔愛潮水嘅阿祖妹，經過一項任務，克服自家心理上嘅一個太難關。聽錯愛記得，就算唔會潮水，教水還係愛要會潮水嘅太人跳下去，最好先要救生員嘅素材哦。OP Optimist 碰實要按到樂觀險碰實，係針對生員嘅來設計。船嘅頭腔同帶都平平嘅，試起來較穩。當合適青少年來學來教，看到些先生操作按次嘢，要當傻皮毛呢。我繼續來去接受下年嘅挑戰了。要特別係離東山河無經驗嘅阿媽了，堂名嘅主題係同阿伯有關。任務開始以前，愛重新分做2組，封內地圖表嘅3粒鴨卵同3粒雞卵，大家各留1粒卵，雞卵嘅一組，鴨卵嘅一組。腳鴨嘅2組用命嘅，同到水面上漂蕩嘅黃色鴨子留起來，留到青島嘅一組得2分，男嘅一組得1分。剪刀石
头布。好，你先选子恩。3、2、1，好，该你选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。刀石头布。耶，是黄色的。啊，没有。啊？为什么？好，我们。好，剩下2个。朱梅根。剪刀石头布。我这个。好，祝你们2队成功捞到很多鸭子。来我。 前面的一直滑，一滑，传了。也係阿媽說，一搭尾做起有動到人家學阿伯，阿伯本人腳出來落雪，渡到落雨水配起來，學阿伯人聽錯愛唱點上嚟來腳阿伯，不過上嚟我本人喊做阿媽說。 他们的船都跑太快，行驶的太快，然后一堆鸭子都在后面，他们一直在前面，然后我们是慢慢的滑，然后就是捞到了一大桶鸭子。离它越来越远的那桶水，往后面，往后面，往后面。 最好搞下做两个也用爱感觉最好搞，因为一开始那个找捞鸭子的就很有趣啊，虽然捞的手很酸，但是捞鸭子就觉得很好玩，然后要一直跟另外一队抢鸭子就很有趣。大家搞到猛結聽，等一下再過來上課啦，聊到幾多隻阿伯，啲亞草浮到空，要能我以嚟應付等大家。飲鴨卵，浮到空，空定動到幾輪同鴨卵，飲到最多鴨卵嘅嘅組得2款，能我一組得1款。 鸡蛋就是比较白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，然后鸭蛋就是比較顏色比較深，然後有一點綠色。大家千樣講飲卵，唔哋要分清楚雞卵同鴨卵冇呢。好啦，先來算黃色鴨子有幾多隻？哦。 恭喜黃水撈到最多鴨子，得到2款。接下來看下乜嘢嘅鴨卵最多。1、2、3。恭喜黃水飲到最多鴨卵，得到2款。總決賽到呀，還未結束，還有最後一項任務。今日12成員做成都來到嘅蘇澳港，大家愛從里那輪起源開始翻到嘅所在花蓮，就愛啲花蓮公布前3強。里那輪從嚟到744人，專門來去蘇澳同花蓮港。 茶誒，遊覽茶，甚至拖拉鼓都做得上船咯。單陣就要2點鐘，地上嘅空做得欣賞海上嘅風景，遠遠看歸路嘅海順嘅山光水色。
6個決賽者就愛喺船內方進行最尾一項任務，也是喺歐洲48點鐘提擺出安陽嘅任務，船來係冇計喏。原來最尾一項任務係愛喺282人面頭前表演才藝，由現場嘅觀眾打票來決定輸贏。在这几天，我妈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妈妈对我说：“哇，子儿，你长得真帅，帅到我都想跟你爸爸分手了。”所以这就是我选择今天要唱这首歌的原因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歡。大家都讀書，安全感冇啦，前向前走。哇！大家台風都當穩，冇想到阿志恩同阿寧先還特別會表態，觀眾未看到當幸福。俺總共發出100張票，數到陣來有93張有好票，最尾由阿俊來、阿志恩、阿伯快得到前3名，得到3到1分。今天我们到了花莲的南滨公园。我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，我觉得感情最好就是博怀，就是希望我们2个都能去韓國，然後晚上跟其他人一起睡在一起，然後一起玩，就是玩得更盡興。所有嘅任務全部結束，12嘅成員經過6個月嘅比賽，都變到好朋友誒。就會結束誒，有乜嘅愛講嘅麼？參加澳洲48小時，讓我體驗到台灣原來有那麼好玩的東西。來到這個節目，我交到了很多朋友，然後其中一個美濃大姐大還要從韓國幫我帶紀念品呢。參加澳洲48點鐘，我去過東島，福下年冇去過嘅地方。參加這個節目以後，我越來越了解台灣係安陽嘅土地。參加澳洲48小時這個節目，讓我自己的體力越來越進步，讓我學會了獨立和勇敢，讓我學到更多的獨立經驗。我學會了很多課語，就像頭髮、腿毛和眼睛、目足。所以你們分數都非常非常接近，都是差1分、2分、1分、2分。那我們現在請你們打開，拿出來。都知道了哈，第1名有2位，宋竹梅跟博懷往前，第3名其實也是第2名哦，來佩瑩。哇！恭喜阿祖妹、阿伯快、阿佩瑩得到前3名，得到去韓國的機票。你現在高興在心裡面，然後慢慢的回味，哦，好開心啊！當初有沒有想到會有這個節目？當初就覺得可以參加就很開心，然後現在想到可以去韓國，哦，更開心，更開心，超開心。我們要去韓國了！耶！現在7點半，我們要去韓國了。現在要去登機。我有做功課，就是去愛寶樂園有什麼好玩的，然後可以買什麼紀念品，還有練習韓文。現在請坐在第2區的旅客以及所有的旅客登機，非常謝謝您的乘客。好有趣！好冷哦！哦，好冷。在倉庫。
干净的。哇塞，好想抓一坨哦。30人都好过体验的寒落落的寒天，看到江的落雪的风景，伫外部乐园地度搞到猛吉跳，30人的感情就很较好诶。真的很好玩，因为下来的时候超好玩的，它会一直旋转，然后一开始想要让它就是回正，可是后来想说算了，就让它歪吧，但是转一圈就更好，翻了很多圈，然后吃到一些雪。我们想要对下一季的欧洲成员说，绝对不能放弃，要努力再努力哦。好哦。比赛总是有输有赢，也是人生的一小部分。希望参加欧洲48點鐘的成員呢，都做得勇敢接受挑戰，快樂的體驗太刺激，就會有學習，沒會有成長。下一季再見了。你覺得你會入選嗎？我現在長你要做選擇哦。用什麼機器哈？哎嘛。是不愛做我，下口累了。